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4章，提万人以利法应约伯讲：人要甲你讲话，你会嫌麻烦袂？减有人会当忍地无讲话。你要教示真侪人，互软弱的手坚强。滑倒的，你用话甲伊扶起来；脚头有酸软的，你互伊勇行。总是灾难一个发生，你就袂当忍受；一个磕着你，你就惊吓。你敢毋是对敬畏上帝得到确信？敢毋是对宣传的行为得到仰望？想看咧，无辜的人哪会灭亡？正直的人减会毁灭。我看人若财种罪过，也邪恶的种子，一定会收成同类的果子。上帝崩溃，因就灭亡；伊发大受气，因就消灭。狮在吼，猛狮典韦的声拢煞；狮仔豚的喙齿嘛拢讲长。狮因为无通食死去，狮仔囝嘛拢死散。有话恬恬仔传到我遮，我的耳孔有听到伊细细的声。暝时，人困冬眠，受恶梦搅扰的时，惊吓临到我，互我规身躯皮皮喘。有一阵风对我的面吹过，我规身躯的毛藏起来。伊停地，毋过我看袂出伊的形状，有形象伫我目睭前，四围静静静。我听到有声讲：会死的人伫上帝眼中减是义人，人伫创造主面前减会当算做无罪。上帝无信任家己的仆人，嘛会指责伊使者的错误。遐个住伫土角厝的人，搁较免讲，因的本质是土粉，亲像咒虫，互人一个蜚就死。因早起是活地，闲时就受毁灭，永远无去，无人会记得。因布边会说，捡起来就倒落去，死甲无名无笔。